新闻，这个台里新南路一栋国有大楼地下室，长期互一个姓蒋负责人当作资源回收场，你顶个苦劝拢无效。转想啊，含顶围啊，真侪资源回收，伫咧地下室蹲甲规世界。这栋伫咧台里新南路的公寓，当年起时伫咧地下室设有空避难室，想不到超4、5年前，姓蒋的住户就开始伫咧捡派当旧舍，甲回收物件拢蹲伫咧地下室。占用那个场地来做那个回收，很危险。万一发生火灾，哇，很糟糕。地下室即马若生网虫，住户嘛烦恼，若是发生火灾，要各地参门外。这一次我再跟他也延到3月31号以前，要全部的清除完毕。为了保护徛架安全，民代嘛要求市府徛出来，以废弃物清理法、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，针对囤回收物件甲开发，嘛强制执行并当，避免发生重大灾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